江宏杰、小杰和福原爱、小爱结婚2年多。近期他们受访时也谈到两人相恋过程。福原爱坦言，当时被对方告白后就陷入挣扎，因为她希望能以结婚为前提交往，如果结婚的话，就是要嫁到台湾去，以后就要住在台湾。所以我必须要想很久，不可能轻松的就答应在一起，因此就对男方已读不回，甚至消失2个礼拜。江宏杰和福原爱近期接受《L》杂志访问，回想起两人相识到相恋的过程，小杰表示，他们早在小学5年级的东亚少年会时就见过面，不过一直到在泰国的一场国际赛事中，才主动向小爱搭话，没想到居然获得对方凶巴巴的回应，但他却觉得这个女孩其实坦率又真诚，或许她跟我想象的不一样。两人逐渐熟识，越走越近。小杰也鼓起勇气告白，没想到对方却消失整整2个礼拜，直到小爱向他坦言，如果交往、结婚后就必须住在台湾的担忧，我把我心中所有害怕全都告诉他，然后他一个一个帮我解开。原来他在没结婚前就已经先买了房子，然后带我回家认识他的爸爸妈妈。小杰笑说，当时他已经在台南买好房子，还带对方去参观，我就带他从楼上5楼、4楼、3楼，一层一层慢慢走下来，走到1楼厨房的中岛。我知道他很喜欢煮菜，所以就在那里把房子的钥匙交给他，告诉他，我希望他可以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，而这把钥匙也成为求婚信物。台日的跨国婚姻中间也要跨越许多障碍，但福原爱表示，我们一个是日本人，一个是台湾人的环境成长的过程又不同，因此我希望什么话都可以说出来，而他们也曾开会讨论过，希望彼此能说出心里话。我们讲好了，不要管别人怎么想，我们自己的幸福就是要自己决定。实习编辑斜线许雅竹